台北嘅大稻埕，互人叫做是戏曲，但年拢会举办戏春大稻埕活动，结合老厝古迹、搬戏导览，甲规个大稻埕变做是一个大型的博物馆。今年第8届戏春大稻埕，结合着戏剧人物 VTuber 传播传统艺术的水，希望青少年辈来认捌大稻埕，认捌传统戏曲。 全國前2年的大水咯。 大過輕念歌，還有人布袋戲，用傳統戲劇講聊天頂的故事，為大稻埕街區的戲春大稻埕活動宣傳。戲春大稻埕今年是第8屆，伊閣將大稻埕街區的老厝、古蹟做場地，播傳統戲、唱傳統歌，讓大眾知影大稻埕以前予人號做戲曲的迄段歷史。為什麼叫做戲曲呢？因為咱大稻埕廟足濟嘛，所以咧，開始就是有人要感謝神明嘛，對不？請神來行願呐，所以就足濟這個布袋戲館啊，還是講歌戲的啊，這個團啊，攏是為遮開始的。這是台灣 VTuber 工作室參台北下海城隍廟合作推廣的影片。戲劇人物直播 VTuber 佇少年人之間真受歡迎。今年戲春大稻埕也參台灣 VTuber 工作室合作，用線頂 VTuber 直播小解大稻埕，希望城少年人實際到大稻埕行踏。其實我們很愛去結合在地的創生，以及在地的就是振興。那我們陸續也去跟了像是金門、屏東的當地的觀光來去做結合。那我們這一次來講的話，我們會去結合就是在地的導覽，帶着觀眾透過直播的方式，相關的展演的呈現。 傳統戲劇較無受少年輩的關注，老街區的歷史也需要繼續傳承。大稻埕在地文化團體想辦法把傳統元素結合少年人等咧關注的新興議題，就是希望台灣在地文化會當一代傳一代。記者郭文林玉凱台北報道。